台湾和马祖之间的2条电缆拢断去，初步了解是电缆自然后期后个月就会修理好势。美国因为北极寒流，南部的德州到佛州拢落雪，有4个人寒死，5000多航班受影响。日本足球车一直落以99.7%的得票率入选美国棒球明星队，是第1个入选的亚洲球员。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看拜之家己大地震，台南玉井文化大厦1楼的条仔崩开，已经互鉴定做危险建筑。市府派工班紧甲大楼补强，今仔下晡开放住户登去款行李。若今仔早起阁有地动尾，不过学者观察认为讲，这出现规模5以上地动尾的几率有变较细啊。里规工班的人拢真无闲，加大钢梁规个拆起来。先甲公务大楼建起来，避免这地动尾，搁再甲大楼结构毁损。结构性补强的部分把它完成，交给那个市政府他们那边做后续的一些补救加强的措施啊。台南玉井文化大楼受到2个家己大埔强烈地震甲摇烧，地动尾影响1楼的条仔拢裂开受损，风打到几楼的红单。伊有多数住户撤离时根本袂赴提行李，经过工班人员连续2天结果补强，伊亲也是安置在外受灾户2日下晡转来大楼要款行李。想到这过年有厝才无倒转去，民众是愈想愈艰苦。不要再问下去。说好像是要寄人篱下了。转来厝内壁拢闭起啊，家具是当倒塞歪，烦恼住户安全，市府限制每一户登记数10分钟。有人赶紧赶大包细包，也有人甲饲的鸟狗动物赶紧甲救出来。我先进去就先找他，他真的在衣橱里面。嘉义台南一直有地动尾，同样集中伫台南南西、南化区，部分出现伫嘉义大埔甲阿里山乡。一直到下晡4点进前，台南南化甲南西原继续规模4以上的地动尾，互周边民众惊惊灾情愈来愈大。这些地震呢，大概都发生在这个靠近山区的地方哦。大埔地震期间呢，已经造成了一些落石或是一些这个路面损毁的状况，要注意到这个落石可能会砸下来的一些现象。学者认为，这摆强烈地震也受到部分去年花莲大地震引力影响，不过观察到地震尾发生的情形已经有愈来愈少的情形，虽然也无到排除出现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不过机会已经变较小了。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南地动尾不断，高雄驾驶因为外境震央，真侪徛街出现灾情，区公所的壁和条仔拢翘壳闭起。那震央嘉义大埔各中小区互地动算断甲上严重，而且大埔是山区，路途遥远，开学进前要找厂商征收好势，应该是真恶。壁壁船真大座，会使看到对面，条仔拢裂开，暗门土落落来。因为我军嘉义强东的东涌大埔，伊佫挖到一条地动尾的台南南华甲南西区，高雄驾驶当地地动有5级，造成16间徛街传出灾情，继续有动尾，也互损害愈来愈大。余震会有比较拉扯开一点点，一开始没那么开。区公所找土木技师对着受灾徛街来鉴定，协助民众申请房屋税减免。不过其实区公所家己损害也真严重，壁出现真大片的壁损，规地代理招标文也油价拢落来。修复是要自己自行负责，但是我们公所全力协助，帮他们做房屋免税的鉴定，提出申请。干那我东涌就受灾最严重，更加莫讲是东涌的嘉义大埔，除了最近徛街受损害，当地旅馆大埔山庄的壁也逼甲光线照入来，连续地动尾后，当地民众拢唔敢困。今天我是觉得还是有可能啊，一样也是不好睡啦。那徛街大埔各中小也是嘉义县因为地动受损的36间学校内底上较严重的，教学楼的地板甲条仔拢有闭起的状况，天棚也落滚啊地落来，因为所在较偏僻，这修理也真做一大问题。车程蛮远的，所以要上来施作的厂商都没有那么多的意愿。我们是连报价都很难，因为他得要来勘察现状，他才能够去估价。大埔各中小财损超过超过100万，学校讲的相对会使是处理的部分做复原，其他单找到厂商才发到估价，并且确认工期。有估休馆结束进前，恐惊拢也无到复原。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和马祖之间的2条海底电缆，台马2号甲台马3号拢断去。初步了解，毋是去互破坏造成的，是电缆家己自然后起甲海起，后个月就会当修理好势。
这海底电缆会当送电甲通讯，咱逐个人逐工拢需要海底电缆的服务。亲像伫咧社群平台铺文、看影片，甚至是国际金融的交易，拢爱靠电缆来传输。今日安尼是安怎？咱毋用卫星传送资料咧？卫星伫咧天顶，较毋惊互破坏，阁会当甲信号传去深山哪内。事实上，海底电缆传送的速度甲负担的数据的量是比卫星加真济，所以国际游玩是以电缆为主。咱台湾周边咧，就有10条国内电缆，14条国际电缆。因为台湾99%的网络频宽拢是靠电缆，这电缆断去咧，有可能就会造成国安的危机。加在即届这2条是国内电缆，影响袂讲介大。不过这个月初有中国背景海警船挂断台湾附近的国际电缆，而且这2年电缆碰高登的状况嘛是愈来愈济啊。咱就要思考面对中国威胁，咱要安怎确保国家安全？台海若准相战，中国可能就会攻击电缆，封锁台湾。在烧烤的时候呢，马祖网路有一度的中断。画面也因无共步，声音也断暂，因为连接马祖甲台湾本岛的2条海底电缆陆续出现断缆状况，造成马祖的网络通讯不受影响。目前是说用微波来就是支撑马祖的网路，可是在于一个如果说是网路在大家在巅峰实况的一个使用状况的话，可能也是会有点影响。海缆断掉以后，我们的公文系统这些网路上啊就内割掉了，比较慢。如果万一有重要的公文，就没办法看得到，那就没办法做马上的处理，这比较困扰，就在这一点。网络速度减慢，再起也连带影响北干冲公所的文书系统处理作业。台马2号海缆连接东引到淡水，台马3号海缆连接南港到桃园关心，连接台湾马祖的台马3号海缆1月15日下昼发生障碍。今日透早5点多，台马2号海缆也回报障碍，速发部再起紧急召开记者会说明。并没有在断的地方发现可疑的船只，所以我们研判它是一个自然的劣化，请中华队即刻启动微波的紧急备援。在海象允许的状况下呢，我们现在收到的通报最快会在2月底，2月完成修复。除了启动微波卫星顶备援方案，也尽速协调海缆船修复台马2号甲3号海缆。海上条件稳准之下，上紧会当伫2月完成修复。速发部表示，因为台马海缆最近几年发生几摆的障碍，今年已经报行政院核定，将包括台马海缆在内10条国内海缆列入关键基础设施，投入更加侪资源维护。为了韧性，这些部件像卫星通讯、低轨卫星，去年我们数发部投入大量资源，不管发生什么天灾人祸、人为破坏，我们都有足够对外的通讯频。速发部也补助中华电建立台马4号海缆，借由新设海缆增加通讯路由甲分散风险。预计2026年6月完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新北有一个查甫人肠仔炎去互医生看诊的时有交代家己药过敏，想要到病院共款甲注射注着会过敏的药啊，加在落尾人无代志。有民众网络直播卖海产，甲贸易商订2000多只进口的上海毛蟹，直播嘛有卖了了。不过事后发现这批毛蟹输入许可是假的，这个贸易商去互检方依照假造准公文书，阁有诈欺等等的罪行起诉。为着要阻挡加密货币诈骗案，警方和交易所合作查到1000万，受害者有32个人。不过背后的诈骗集团目前是还未抓到。美国这阵拄着北极寒流，连南部德州到佛州拢落雪，有4个人去关西5000多的航班受影响。政府呼吁民众莫出门，不过有的所在是当10几年才落大雪，囡仔是拢真欢喜来牵雪球。州际公路大雪一直落，请伫即雪正高的路面慢慢啊行。美国真侪所在对落雪真惯势，毋过对南部路易斯安那州麦迪逊威尔的居民来讲，透早清晨发现外口变银白色的世界，实在是拢想袂到。囡仔欢喜甲一直用雪消遣。The kids love it. I mean, they love the snow. I'm not a big fan of snow. That's why I live in Louisiana. But they love it, so let them have their fun. 为北极来的寒流日益吹到南部，一直直透美国湾北部沿岸，包括德州、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甲佛州的海边啊，拢出现罕见的大雪甲冻雨。伫纽奥良市，积雪达到23公分悬，打破当地为1960年以来的纪录。
这对为雪梨来纽奥良的游客来讲，根本料想未到。So we definitely weren't expecting snow. We were expecting quite muggy, humid temperatures. Even though the temperature gauge said that it was going to be pretty cold, we still thought that the humidity would overrule the temperature gauge. So we certainly weren't expecting this. So we weren't really prepared for it. So luckily the shop was open, so I could grab a jacket in time. 这个冬季风暴嘛，影响北部边缘区到缅因州中央，连纽约的哈德逊河边嘛部分结冰，也使得美国空中交通受威胁。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全美国拜日有超过2200班航班取消，差不多3000个航班延误。当时南部地区真侪条高速公路嘛关起来，好好避免停课。有几落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中福州州长阁警告，当地基础设施恐惊会面临极端气候的严重挑战。气象部门嘛预测，所来冬季风暴会向东部移动，未来几天内会持续影响美国南部甲东部地区。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总统 Trump 拄上任就宣布讲，打算为2月开始，针对中国进口商品加扣10%的关税，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是加扣25%。Trump 甚至批评欧盟，讲进口美国商品无够多，所以嘛会甲欧盟加扣税。美国总统川普2日伫咧白宫的工作会报强调，中国无积极打击毒品芬太尼，所以可能自2月7日开始，将会对中国进口商品加扣10%的关税。We're talking about a tariff of 10% on China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y're sending fentanyl to Mexico and Canada. How soon on those tariffs? Probably February 1st is the date we're looking at. 川普也强调，因为墨西哥加拿大继续放任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所以也考虑自2月7日开始，对这两个国家进口的商品加扣25%的关税。而且，川普也批评欧盟无进口有够的美国商品，包括汽车加农产品，所以欧盟恐惊也闪袂过关税报复。We have a $350 billion deficit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They treat us very, very badly, so they're going to be in for tariffs. 除了用关税来报复以外，川普2日伫咧两地银行执行长孙正基、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甲骨文共同创办人艾里森的陪同下，伫咧白宫宣布，这3间知名的科技公司将会投入1000亿美金，未来的资金会更加增加到至少5000亿美金，做伙合资成立一间名叫做星际之门的公司，来进行美国的人工智慧基础建设。估计包括微软加辉达也会参加。New American company that will invest $500 billion at least in AI infra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very, very quickly, moving very rapidly, creating over 100,000 American jobs almost immediately. 另外，川普伫咧竞选时阵，佮着边夸嘴讲，伊上任了24点钟久内就向俄乌战争停火。不过，川普2日是强调，若是俄国总统普京拒绝针对停战进行谈判，伊可能会对俄国实施制裁，但是并无说明详细制裁方式。同时，川普也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爱介入，最近来推动俄乌战争停战。公司新闻金焕庆编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罗西亚总统普京视讯讲电话讲点半钟，将因讨论美国总统 Trump 上任了后要安怎来建立关系，嘛有讲到俄乌战争停战的可能性。另外，罗西亚强调支持中国，讲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习近平2日伫北京人民大会堂，甲罗西亚总统普京以视讯的方式通话，双方互相叫对方是亲爱朋友。习近平甲普京分享顶礼拜5伊甲美国总统川普就TikTok贸易甲台湾等议题讨论的内容。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中俄两国要以此为契机，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俄国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助理厄夏科夫事后对记者表示，两国领袖互相确认，那川普团队确实有兴趣，路中也愿意伫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甲美国促进关系。普京表示，已经准备好甲川普政府讨论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也希望伫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任是短暂的停火，任何协议拢爱考虑罗西亚的利益。Устраиваем наши связи на основе дружбы
обоюдного доверия и поддержки,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и взаимной выгоды. Эти связи самодостаточны, не зависят от внутри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ров и текущей миров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而且科夫也指出，陆方坚定支持台湾是中国领土，袂当分割一部分，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韩国总统尹锡悦因为宣布戒严，去互国会弹劾。不过，第一届宪法法庭依然无到，拜二总算是去到宪法法庭出席弹劾案的开庭。尹锡悦强调，家己去年12月宣布戒严的时，唔捌阻挡国会运作。律师讲，尹锡悦是为着要调查中选会，高不自中才会宣布戒严。韩国宪法法庭拜二开庭，审理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这已经是第3届开庭。不过，尹锡悦伫15号人羁押了后，才伫这届头一届亲身出席。伊否认伫宣布戒严的时阵，嘛想要阻止国会运作。 한국에서 국회와 언론은 대통령보다 훨씬 강한 초갑입니다. 만약에 제가 무리를 해서 계엄 해제 요구 의결을 못하게 한다 해서 국회 아니라 다른 장소에서도 할 수 있고 그 이후에 얼마든지 계엄 해제 요구를 할 수가 있습니다. 尹锡悦嘛否认捌下令逮捕进入议场的国会议员，不过公调处进前的报告显示，尹锡悦唔但下令抓人，佮要求首都防卫司令官甲警察厅长破坏议场的大门，甲人直接揪出来。尹锡悦的律师尹家金伫电话表示，发布戒严是希望调查中央选举委员会。 차제에 점검을 해서 이런 국론 분열도 막고 선거라는 것이 어떤 민주주의의 근간을 이루는 제도 아니겠습니까? 그래서 공정성을 확보한다는 차원에서 대통령 입장에서는 해결하고 싶었고 그것의 방안으로 점검을 하려고 했던 것뿐입니다. 伫出席庭审过了后，昨尹锡悦先互人送去首尔地区的军医院，捌引起众人质疑。不过法务部指出，尹锡悦只是进行健康检查，毋是身体有啥物各样，目前已经转去看守所。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 美国棒球民进党宣布日本籍的球星伊吉洛以99.7%得票率入选，成做美国棒球民进党有史以来第一位亚洲球员。这美国棒球民进党呢，毋是啥物人拢会当入选的，伊有限定爱伫大联盟待10年以上，退休满5年才有资格入选。若伊吉洛摕到资格，其实才第1年就会当入选。伊拢总摕到393票，敢若差1票就会当394票全票通过。 伊吉洛伫咧美国大联盟拢总19年，伫咧2019年正式退休。伊吉洛捌连续10个球季拢讲出200支以上的安打，创下世界纪录。而且伊一季上侪是捌讲262支安打。伊吉洛的棒球生涯有28年，伊拢总是讲4367支，成做世界安打王。とても僕と個人としてもそうですし。 日本のプレイヤーとして初めてということで大変光栄な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团球球星铃木一朗拜二确定以99.7%的超悬得票率正式被选为美国棒球名人堂的成员，差1票就使全票入选，成做名人堂史上头一位入选的亚洲球员。伊甲纽约洋基的赛扬奖投手沙巴西亚，也佫被称作大联盟史上上杀的倒枪外终结者华格纳入选本届球星。 3人会伫7月27来参加入选的仪式。铃木一朗受访时捌讲到，当时入去大联盟时真受到质疑，也毋过以后学成绩大家拢看会到，包含伫水手队期间10摆入选明星赛，而且10摆得到金手套的肯定。2019年成做头一位连续10季单季至少200支安打的大联盟球員。2001年僕が初めて MLB に挑戦した年。 におそらく地球上の誰も想像はできなか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その振り返ると、あまりにも多くの出来事があって、いいこと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苦しいこと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したけど、最終的にここに一歩ずつ近づいていった。でそして今日この日を迎えられたことは。 言葉では言い表せないほどの気持ちです。铃木一朗过去拍球的西雅图水手队也宣布要伫今年8月退休。这个铃木一朗51岁陪护，并且举办1连串庆祝活动。It's truly my honor and privilege to announce that the Mariners are retiring your number 51 jersey.
After your induction in Cooperstown this summer, we'll hold a ceremony here at T-Mobile Park on August 9th and officially retire your number 51 next to Hall of Famers Ken Griffey Jr., Edgar Martinez, and Jackie Robinson for permanent display in center field at our great ballpark. Ichiro, again, congratulations, and I'm so proud of you. 美国棒球并联同受棒球作家协会会员投票，球员候选资格是大联盟生涯10年以上，踢1满5年，也入选的标准是得票率75%。像记者同业拢伫要讲，什么人是唯一无投票予铃木一郎的迄个人？公视新闻张如平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唐燕，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